基比核中心因疫情家属无法度入去到监护病房来看患者，所以基比核中心监护病房提供精准的医疗健康照护模式，透过智慧医疗器材搭配着护理师，和家属会当更安心把患者交予监护病房的团队。其实里面有包括精准服务，里面有包括无线流量的趋势监视警示系统，那还有心脏的照顾，里面也有包括它的卫教系统啊，还有一些软件的服务，这是也都有的。那里面还有一些科技的结合，跟南科大结合这样子。对，那跟传统我们一般认知的监护病房有了这些科技辅助，在我们的医疗照顾上会有什么样利多的地方？那其实如果是有这些辅助的话，其实我们省去了很多的劳务的工时，让护理人员做更专业的事情。48岁任职伫咧基比核中心4B监护病房的护理长张明娟，伫咧监护病房将近30天，前一阵仔因为身体出状况，带入去监护病房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厝内人无法度探病。张护理长透过平板电脑，听到妈妈佮有2位查某囝的加油声，当时亲身体会到精准专业医疗照护，互伊会当搁一摆健康的回去做工课。当时一个很急剧的疾病，然后被送进加护病房的时候，其实有点担心也害怕。但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加护病房里面有很多精准的医疗器设备，可以对疾病做一些及时的处理。那有一些视讯软体的部分，也可以让我的家属安心。所以其实在那过程中，虽然很担心、很害怕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安心的。那所幸的是，在1个月后，就是能够顺利的出院返家。透过科技精准掌握病人的状况，同时嘛透过视讯的方式，互无法度探视的家属会当甲患者佮医疗团队沟通，互家属减少未少的烦恼。基比核中心提升监护病房的设备，互家属甲患者拢会当更安心来对抗病魔。咱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